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7节，申命记32章第1节到14节、18节，提多书第2章第7节到第8节、11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榜样。上帝的话如同什么？大多数的基督徒可能会引用诗篇的话说：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这是诗篇119篇105节的经文。不仅如此，上帝的话语是创造的能力，是管理的权柄，是世界的标准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所说的话就必要实现。他的话是生命的源头，是所有生物、宇宙、万物所需要的。今天的经文，申命记32章第1节到14节这样说道：天啊，侧耳听我诉说；地啊，留心听我的话。我的教导像雨点滴下，在地上结成露珠；我的话像细雨滋润嫩芽，像阵雨浇灌花木。我们时常需要思考一件事情：我们必须要如何成为一个令人感到钦佩、有好模范的基督徒？因为基督徒必须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外人或是众人才因此知道、看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基督徒如何活出好的榜样的见证？圣经告诉我们要以实际生活展现我们的呼召，更是要以被火燃烧过后那种生活完全的改变来活出来。申命记32章接续的经文又这样说道：我要宣扬上主的名，要歌颂我们上帝的伟大。上主是大能的护卫者，他的作为完全公正，上帝信实可靠，他的判断正确公平。但是你们不忠，不配做他的儿女，你们是犯罪诈欺的民族，无知愚昧的人民啊！你们竟然这样回报上主吗？他是你们的创造主，你们的父亲。他创造你们，使你们成为国家。你们要回忆往昔，你们要回顾历史，你们要请求父老诉说的往事，你们要请求长辈叙述历史。至高者分配列国的领土，把人类分开。他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划定万民的疆界，但上主选雅各的子孙作为自己的子民，作为自己特定的产业。他在旷野找到他们，在飞沙走石的沙漠遇见他们。他爱护他们，照顾他们，像爱护自己的掌上明珠。老鹰教小鹰飞翔，展开翅膀负载小鹰。上主也展开2翼负载以色列，使他不至于坠落。上主独自引领他的子民，无需其他的神明的协助。他使他们统治万地，享受田园所出的土产。他们吃岩石间的蜂蜜，石地上出产的橄榄油。他们的牛羊有挤不尽的奶汁，
他们有最好的绵羊、山羊、牛群，他们有上等的麦子和葡萄酒。虽然基督信仰不是以行为来称义，但是一个蒙恩之后，我们如何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却是非常重要的。如何活出蒙恩的生命，而不再活出像过去的罪里面。有句俗语说，言教不如身教。犹太人非常重视家庭信仰教育的传承，那基督徒也需要重视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的生命榜样，那讲太多也是无法感动人，不是吗？保罗劝勉提多要有好的行为，借着好的行为来教导人、影响人。基督徒要做一个让人觉得是无可指责的人，在教导上才能有实际的影响力。保罗的话这样说：你自己呢，无论在什么事上都要有好的行为，做别人的模范。教导时要诚恳严肃，言语要恰当，让人没有批评的余地。这样，那些敌对的人，因为找不到我们的错处，就会觉得惭愧，无话可说。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传他的救恩，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，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急需要更多的工人来收割，来服侍。保罗要提多到处去设立长老，呼召人成为上帝福音的仆人。正如同提多2章11节到15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，在世上过着自治、正直、敬虔的生活，等待我们所盼望的那蒙恩的日子来临。那时候，至尊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显现。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，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邪恶，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，归属于他，热心行善。你要讲论这些事，充分运用你的职权来勉励人、责备人，不要让人轻看你。保罗这样的劝勉提多以及基督徒，是因为上帝真的爱我们，正如同申命记上所说的，他们忘记大能的护卫者，他们忘记赐生命的上帝。即便如此，上帝还是爱我们。基督徒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活出美好的见证，使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得到世人的赞赏，而愿意领受并看为宝贵。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：主啊，世世代代你是我的居所，群山还没有被造，大地和世界没有成形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你叫人返本归元，你使他们回归尘土。在你的眼中，1000年如一日，就像过去了的昨天。在夜里的一更，你像洪水一般把我们冲走。你要我们的生命短暂如梦，我们像早晨发芽生长的草，
晨间生长茂盛，夜间就凋萎枯干。上主啊，你的震怒及时终止，求你怜恤你的仆人。每日清晨，你使我们饱享你的慈爱，使我们一生充满欢欣喜乐。你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，求你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。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大能的作为，让我们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。主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给我们，求你使我们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成功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。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好、人品佳、财富多，或是有什么优良的品质。虽然如此，我们明白上帝要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活出好榜样，如同新的诫命之要求，好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